港機場係台北捷運板南線嘅重要列車基地，位於台灣台北市南港區。呢個機廠主要負責板南線電聯車嘅停放、日常保養、清潔同埋中度維修。除咗鐵路運輸功能之外，南港機廠近年仲進行咗大規模嘅土地聯合開發。政府喺機廠上方興建咗指標性嘅南港機廠社會住宅，融入咗綠建築同智慧社區嘅概念，將交通設施同市民居住空間完美結合。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都好珍惜你哋嘅留言。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係Rail Tutor。